立法員歐錦新就澳門基金會批給資助嘅團體冇按照有關行政條例作出迴避，佢指出當中可能存有違法，所以向檢察院作出檢舉。馮慧芳報導。到檢察院檢舉嘅歐錦新指，澳門基金會喺過去5年之內向科技大學撥款1億8900幾萬，以及喺07年第一季嘅獲資助名單中有6個個別團體獲得特別龐大嘅財政資助。佢話根據澳門基金會章程，批出資助嘅金額若果超過50萬，就必須經過行政委員會嘅建議，並且得到信託委員會嘅通過。而基金會喺批給呢啲款項嘅過程中，可能存有違法。我根據睇翻啲資料咧，睇到澳門基金會喺佢撥款嘅過程中咧，存在一啲違法嘅行為。咁呢個違法主要就係一啲相關嘅據為人咧係冇迴避，冇按照行政程序法典嚟到進行迴避。佢就有關事件到檢察院提出檢舉，佢表示檢察院已經接受咗，並表示會跟進處理。實習記者馮偉芳報道。